来看南韩警方昨掠到一个放火嫌犯哦，第二日在陪亡的时引起火灾，造成20来人死亡，几啊千栋的厝烧掉，像一寡古早的庙嘛拢烧了了，有几啊万人撤离。 南韩警方30表示，已经逮捕一名56岁查甫人，伊烧香伫扫墓的时阵，无细致引起野火，而且无法度控制，将其尾造成南韩史上上严重、上致命的野火灾损。报警当日一一查证，比对查甫人的犯行。韩联社报道，涉案的查甫人已经否认相关指控，官员指出，东西区庆尚北道义城郡，林地范围1.28万公顷。 迄当时查甫人伫山内某一个所在扫墓，伊个查某囝讲，夫妻想要用赖达烧掉祖坟顶的树枝，想要到火起去互风吹飞，引起森林野火。目前经知影毁掉大约4.8万公顷土地，估计4000栋的建筑被毁，必须数万人撤离。 딴 손은 없어요. 뭐 여기 우리가 손을 대가 될 일도 아닙니다. 이게 뭐왜 손대가 할 수 없어요. 잠잘 때 어때요? 뭐 이러니까요. 그게 제일 문제죠 뭐. 顶礼拜五，火势已经大范围控制，消防员2到拜六继续甲南山的几个小火场奋斗。迄当时引起国内要求当局面对这类的灾难，要有更较好的应对方式。各有专家认为，气候变迁造成野火，这场火灾同时也将南韩人口危机、甲城乡差距问题甲烧出来。韩国是超高龄社会，出生率算是世界上低，农村地区人口不足，佮大部分是年长者。 그러니까 컨테이너 이제 하우스가 15개 정도가 필요한 상황인데 제가 우리 관에 아까 이제 여쭤보니까 한 2달 정도 시간이 걸린다고 얘기를 하더라고요. 南韩大部分人口拢集中伫大都会区，尤其少年真侪家庭为着找找更较好的工作机会甲教育，搬去都市。不过乡下人口比例严重失衡，像安尼规模野火烧过来，大多数受害者拢是60、70岁，伫市区位无几个少年人的情况，年长者无能力也无气来拍火，这会当目睭紧紧看着家园陷入火海。公视新闻吴伟玲编译。